切办法，你看好，一切的方法，所有的物件，这个办法，啊，拢这一切法，啊，我跟他说法，这讲些物件啦啊，这我过去甲讲过，这个诸法，一切的法、万法，拢讲在讲这个物件，但是对自性，伊就用这个物件。拢这个自性，这个物件演化出来的物件，安尼听啦吼，咱这个世界所有做的是非，好的歹的，拢自性演化出来的物件。无这个自性，你才能演化得出。因为咱叫实用，叫转入咱讲叫做歹的。哦，阴性本来就佛性啊，阴性啊。因为这是不行啊！后壁出的就安尼讲啊，这个阴性不能是不行。阴性你听无？盐啊，看盐啊，爱去找一个小姐，爱去找一个盐啊，少盐啊。有阴性这是不行啊！啊，若要这个不行，你会当去出手代志，你甲我讲。台湾条话意思，咱人做为了我这个物件，你甲看袂准，咱就叫来，伊就是无法，但是讲不行。因为叫意思本来就是不行，无迄个不行，无迄个物件，无这个心理气场，叫伊才能做来代志。这个若无去，这个若无去。这个一切办法拢总生袂出来，所以伊所生出来办法，一切物件拢总演变出来物件。我来讲，看看刀，这刀啦吼，这个刀，突然，咱讲叫做想，咱叫想本来是，好。大道想天地，大道言想天地，大道想人生，大道明叫讲万本。这大道所生出来，绝对要这物件，到人你拢介意，到人拢介意，无人拢介意，我人拢介意。好，做陶水，好，咱讲微笑处。哦，这好是食死人，好是食死人，迄嘛是拢个时阵啊，道生起对心，哦，心原本来哦，心不定道生都演化，啊不是，我来听无？所以道所演化出一切，所有物件拢叫做道。大道无形心天地，大道无形运用美国，大道无形中用万物。哦，这个就是叫做大道生嘛。我不以为用了，我唔知什么名，用了好，生成所有这大地物件叫叫生，要无生出来，人你拢介意去搞，咁人你介意？这物件你不介意，高粱你介意，苗雪你介意，大你介意，哦，大你唔介意，你做成中国大你介意，啊伊嘛是有道啊，伊嘛是道生啊，你敢袂使人我介意？所以伊跟包含一切，那种用这个讲，自性。连心办法，这个性，自性的性格的闭合，安尼想想，咱听完了哦。所生出来物件，有一个人一开始用，你食讲的，哦，就是叫中间就叫开始用，啊嘛你做有什么？你做歹做，有啊，不可能有一个性造出来物件呢。拢是成生所物件，你感觉迄无成？伊
阴性即时就成，阴性即时就成。那作为后边不晓得啦，阴性即时。你讲我唔对，我小看，但是伊嘛是对伊的即个物件做出来物件。对我讲，当生出来物件内底物件，所有的物件，一切叫做一切万法。生出来物件，这个叫生一切万法。你这是生一切万法，你一生所生的物件，所想的物件，拢创造出来。你这个地球，你这个宇宙。所有的物件拢即个道理，即个叫做大，即个叫做咱家己的，咱有一个小道，即个宇宙就大家安尼比喻。所有的物件拢道生，咱所有物件、想的物件，拢是咱的成生，咱的成生。安怎样？即个物件就是空而不实，咱空而不实，模式。这个魔是缘，因缘，咱任何好那个啥子，那个家己魔的，伊有这个性，这个性就不行。所以这个魔嘛是性去造出来的物件，伊生出来的物件当造不要，啊无再造不要，伊本来若无这个性，打岔就无这个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话你讲作实在，伊讲若不是众生，你若无了解众生，万劫一错难啊！啊你无了解众生就是不嘛？你讲众生众生就歹去啊，就见着众生无法度歹去啊，啊无歹去在成就。所以你自性就是无歹去，唔得叫做不精不敬不古不清。是因为就是这物件，伊生出来物件无绝对你爱，嘛无绝对你不爱，拢是生出来。但人怎样？那些我今日虽然拢同日生出来，我袂使哦偏去，我袂使生出来，我袂使，我爱针对着会当利益社会，会当利益众生，会当我家己行解出来路，爱行这路。偏偏拢咧造出来当中，我爱把我的自性中内底当中，我爱调整哦，就是呐，善分别，善分别，我袂使互分别，我安尼，明善分别是我上叫做第一道，明善是我别，那个我今日早偏偏这个自性所流露出来的后，所有诸我上了后当中。我拢爱善分别，安尼我叫做是名叫做自性起用，叫做自性起用，这叫自性起用，叫做明显。这个部分叫做哪？哦，邪心、妄想，这个偏见。叫众生，众生的地变，众生之间，众生的地变，众生的地变，众生的地变，嘛是本来是这个意思。对，我不讲讲，善分别叫做地，妄分别叫善，这两字，拢讲这个物件，无这个物件，这两拢变啦。啊，知影啦吼，所以咱来讲，对讲，你会了解众生的内底本性的东西，众生本来就是好。妈从明白啦吼，明白妈从，古代，古代是妈从明白。啊，你若看妈从，你就惊咧，啊，你看古代你就惊咧。咱想看啦，咱想看那个虫啊，你捌饲虫啊？我蚕啊。啊，饲虫啊吼，你虫啊大声遮大声，啊才弄住了，遮大声，啊遮大声咱就知这个啦，这个土司啊，啊土司土出来。哦，这。但是伊我当那个机会啊，啊，迄个以前要看，
众生对不对？阴是魔鬼对不对？杀人放，害人放的是魔鬼对不对？魔鬼无成呢，伊嘛变有成呢。所以你若无了解这个道理了，你永远要找到困难，要找困难。所以，我经讲你识字，我今教你识字自心的众生，言字心不善。我今教你识自心的众生，我今日教你自心的这众生，甲你自心的这用出来物件，我这个众生有分别的物件。本来自性就是哪？咱常讲的言语多关，心言处变。性本来就是不同的物件，但是你无用出来物件，你必定使用，你必定使用，你必定袂用。但是今日你当中，我今日讲的这个不是讲的，对不对？咱今日讲出来，这一切拢咱的自性就造成。艺术咱做伙到做歹，是因为艺术上上有变，但是拢迄个造成，拢是迄个造成。所以咱来讲，咱造成讲，我今告诉你识字就是言字是分，欲有变分，但识众生，欲必须找着分啦吼，要找开，但该识众生，只为众生变分，是。非是不离众生，再讲一个，你若要见自性的自性，欲有见你若找不到吼，所以个变不成，是非众生。只为众生变，伊是能够讲的，咱情啦情。咱落啦用这个来比喻啦静心啊热心啦这叫做分，这叫众生安尼啦，这个叫做静水，这个叫热水，安尼解释热水甲静水，静水在热水中，热水在静水中。静水在热水中啦，热水在静水中啦。但是你这个水然后静，因为原在迄咱的热的顶底，迄清的迄顶的这个呐热就顶底的，因为看清，有好多无，因为你今日热当中你这热水。但是有一个人讲，你这热水若干热清理了后，你敢可以热水？信心啊，好啦，电锁水，洗身水、泡水，因为伊都甲经过了，伊也甲做出来了后，伊敢啉无？伊会啉无？我这讲实在的，看对象呢，变数改变的变数放尿那个水甚至因为新加坡它无水库嘛，就来湖嘛，下个湖就是会水再回收嘛，第二个就是海水淡化嘛，就这两年嘛，过去就是去马来嘛，马来他们老母就当起来，水人进来，即个就家己想办法呢。所以伊的水不能错噶，晓得？伊在后台迄个我倒去，因要带去我今年几年前我去，这款新加坡水啦，阮新加坡水就是在哪？旁边所有水拢吸起来，吸起来，伊即个出来当中每一个好。比咱纯的水就水较清气，你要清气，你要
你有相信无？你用相信你，当然是做出来。我安尼听话啦吼，便所水，咱变成上升啦。迄个后的水你变做粉啦，安听无？便所水的水，哦，而且这种清水等于便所水的水啦。将心而粉中，不离将心的心上啦。安听无？咱今日去，当然啦，看就是咱有看到咱咱看到便所水啦，你无看到清气。但你理会你就看了，但你理会你就看，你若修改了理解了后，你就看了，你我讲讲。哦，你就看了，这是事实的，我来讲这是事实。所以咱来用结论，你会了解众生，你有了解。只为众生了，是因为咱迄个理就讲，已经你这个水内底当中，落一个看那个清。看那个钱啊，因为落的就是哪，落的就是众生啊。这个因为伊本来就是因为精神在风中，但是有三种嘛。菩提本自性，菩提本自性，用心即是讲精神在风中，但是有三种，有什么无？菩提本自性，用心即是讲。起心就是用，一心就是精心在哪？有诶无？精心，真有诶。这个就是众生嘛，这个就是困难。但是，所以精心在风中，风中在静中嘛。这个你若咱了解语讲的内底当中，就是不去变化的当中。你若咱了解是了解众生的内底，这个梦是众生的，就是精神的思想，或者思想，或者低的去产生一个分别，这是梦嘛。所以甲你讲，你若咱用结论，但是本身，你也是了解你家己的本身内底当中迄阵分，迄阵分就是心理。所以，只有众生的问题，咱能是这嘛？叫做过袂开啊，这过袂开啊，过袂开讲的，这嘛看袂开，较看众生，哦，较看过去，咱社会上讲是故事啦，讲一个当中啊吼，讲有三个人要看伊。安尼啦，比如说以外，气病啊吼，在打败坏了，伊咧到咧气行，对，这以外，这细声，因细声臭味啊，咱大家听错了，细声，另外是以外。伊嘛要等较袂到长啊，或者都无好啊。好，三个看出来物件，一个是看铁的头头弯，一个是看灯光、路光，一个是看哪？小细声来听。找到就是三声音嘛吼，问题出伫啥物啦？问题出伫迄三人，毋是出伫迄个里面，咱一边当作啥？咱会啊，说上帝就启动迄个上帝去讲，迄对人话，我是讲，上帝讲嘛，千袂去我迄边，去我迄边。我逐个真正逐个讲大傻，吵到逐个惊着，真正吼，就叫迄个伊毋是叫迄个当兵出来，叫大人。但是手起当中完全让你作啥，就是落差。传这样啊，这个音乐打坏坏，音乐打坏，看到音乐，你就看坏。伊都看得来的，你都看得来的，音啊，这讲音乐听来啊，几多，咱几多作啥？
我讲意思咱听无？嗯，咱都看到咱外口这个众生啊，咱都看到咱的行为，看到咱的对立，看到咱的污名，看到咱的贪嗔痴，看到咱的这个物件尔啦。啊，这个物件对内心的分造出来啦，你听无？咱无看法就是准落去的，因为咱甲咱身份啊占用。那咱家己的身份啊占用，害咱身份去受罪受了。好，只有众生的是非是不为众生，不为众生。我老在迄个啊，是歹人来过来，当时呢，歹人来好人，好人来歹人，你惊害人袂？袂啊，大家是受不起的，大家受到做个人来害人，咱袂惊害。是因为伊思想无正啊来害，叫我这个啊，所以你讲做为然后给讲这个物件，啊，要完全。透过跟我喺老师兄啊，做面啊，非常清晰，非常好，了解跟主性的跟主性分，能够人往表就性的权利，因人主义分，各国是平等，因人主义分，各国是平等，咱唔通家己去咧家己。即尊身份来约定外口，迄个无上上性，迄个无上上性，安尼对啦吼，因啊时间到吼，讲到这个所在吼，这个所在，这种所在你各位注意了吼，这个做了心经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众请起。向无极浪前30公里前到1公，再1公，3公，感谢父前引慈悲1公，感谢点文师慈悲1公，坤到1公，再1公，3公，感谢父前引慈悲1公，感谢点文师慈悲1公，实价向无极浪前30公里前到1公。再1公，3公。